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出外讲台语》，我是阿婷。今仔日是世界母语日，毋知大家平常时有定定用家己的语言讲家己的母语无？毋管你是讲台语，还是讲客语，还是讲原住民语，咱拢爱定定来使用这语言，安尼伊会存在才有意义。不管你是伫咧厝内，还是伫咧外口，其实咱拢会当用咱的语言来过生活。你讲这啥？梗哦，啥物梗？好哦，啊迄个？蕉。啊迄个？咱毋是人啊，爸爸头甲你讲的迄啥？kiwi 对。啊这啥？是冰啊？这啥？是冰。雷梦。你偷啥？跳水哦。这鞋仔澹去啊啦。看你鞋仔。刚好水喷掉。你哪会困倒哦？你在看啥？哎呦，搁跳，嘿，无啊啦，下班啊。哎，你讲嗨，嗨，今仔日是世界母语日，欢迎大家做伙来学母语，讲台语，好不好？唔系哦，拜拜。